15散心，海六向下穿起站日润，爱抬口后上西，上落山途放沙肉，伊讲好好嘅沙肉，前山摸为青山长肉，肉白伊落青山柴肉時，看到日頭當抬頭當尊貴嘅沙肉，不過當可惜，該頭肉錯頭下，又條當土當抬頭嘅沙狀年，冇法圖減新食材，可以抵得天下靈肉。並未隨手可得，錢財就可以得到嘅，除非你福德深厚。該肉錯只有心靈受苦難，並未相愛就愛得到。該擺啲財肉冇財生，空手轉世，獨責無力嘅為所。看到善心妒忌頭那當徛嘛個，該善心日隻腳踏能兩片山頭，難愛隻腳踏對門山時，你去看那該善心有幾個台，愛口講機看到時，電視開下來就拜。該善心也冇用半年，欠過日散又日散，欠能離開。個體幾多年了後，愛抬口講佢有看到善心，妒忌往里然無順人，有看到善心，腳踏日隻山頭，難愛隻腳。欠過對門山時，日散過日散，竟欠能過。佢講佢日生人200度到善心，得此看到，佢就當天心潰敗。善心並冇對佢樣板，奇怪嘅係，樣板講佢會看得到善心。其他不是有人講看過善心嘅，人講10路求好笑，你有讓也冇讓，是無對證。不過愛口講佢日生人都唔會亂講，唔會好好笑笑，錢財花花實實來騙人。老人家尚會講，枝頭三尺有生命，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般人平平凡凡過日子，唔會感覺到有生命就都愛你頭那當年，分分秒秒都注意能愛你嘅日記日通。愛你看唔到生命，並未就冇生命啊，就像空氣樣。愛你日日都暗頭氣，但是你唔會感覺到有空氣嘅存在重要，就未像天壤，看唔到，你去命看看啊。看命的麼？愛美雖然講唔是事，以為講愛到講天有天心，土地有土地不公，山有山心，水有水心，海有海心，就是海量忘啦。天地萬物都有生命掌管人。寫到日發日暮，太多天體安排，無所不包，很愛到做事，
莫讲看唔到生命，就违背良心来起身。刚才是起身，早晚违本生命执法，走呢度就唔是。愛唱也抬口讓，一生人心信善念，唔曉人，唔騙人，老老實實做人，長修德子孫滿堂，福祿送傳嘅善報，該係實實在在，騙人唔得嘅啊！